雨都宮住咗3晚之後，今日我哋就直接由雨都宮車站坐新幹線去福島縣嘅郡山市。當架火車慢慢駛入福島郡山市嘅時候，由火車望出去嘅街道呢，唔算熱鬧，但係有一種日本地方城市獨有嘅安靜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終於嚟到郡山啦！哇，咁快嚟咗啊，簡直！福島縣嘅郡山市係一個連接東北各地嘅重要交通樞紐。可能郡山市對好多旅客嚟講只係一個轉車站，但係其實郡山市本身呢度有一種好舒服同埋好生活化嘅日本味道。呢一站唔係大城市，但正正係我哋今次東北之旅嘅開始。今日係2025年10月24號，準備乘坐10點38分由雨都宮去福島縣郡山市嘅新幹線。乘坐新幹線由雨都宮去福島縣嘅郡山車站大概需時45分鐘左右。不過今日我哋發生咗一件小插曲，我哋就係 miss 咗10點38分呢一班車，冇上到車啊！主要原因都係因為我哋要去洗手間排隊，上到嚟已經眼白白睇住架車走咗。不過好彩唔緊要，一旦你 miss 咗班車，原來你仍然可以搭下一班嘅，只係你冇咗個指定席啫。搭下一班車呢，你就要坐自由席啦。通常自由席都係響車尾嘅部分，但係如果你唔想坐自由席，一定要坐指定席嘅呢，你就要去車站入邊嘅票務櫃位買一張後邊班次嘅指定席。不過呢一種情況呢，係需要額外付費嘅，即係重新買票咁。好啦，我哋終於都嚟到郡山市啦。今次我哋入住東環煙，由郡山車站行過嚟，大概8分鐘左右。原本冇乜期望嘅，但係整體感覺唔錯，張床好大又好乾淨。同埋每朝嘅自助早餐都好豐富，好多選擇。The next day，由於第二日一早就落咗好大雨，同埋天氣都係麻麻地陰天，預計一陣間都仲會落雨嘅。咁樣我就決定今日喺酒店附近揾個公園行下。喺 Google Map 俾我發現大概1公里附近左右就有一個公園啦。由酒店行過去大概都係10至15分鐘左右。行去公園嘅時間，沿路俾我發現地下有啲嘢。我發現地下啲坑渠蓋花紋好靚。原來呢一啲唔係隨便畫嘅畫嚟嘅，全部都係同郡山市嘅歷史同埋環境有關。其實日本自1980年開始已經將坑渠蓋設計有唔同嘅花紋，目的係希望啲市民對公共設施有歸屬感。坑渠蓋嘅花紋個個城市都唔同嘅，通常會用返一啲代表性嘅花或者標誌去設計。我發現郡山市嘅坑渠蓋就好似靜靜雞瞓響地下嘅一張卡片咁。你唔停低放慢腳步，可能永遠都留意唔到。好啦，我哋終於行到去公園嘅入口啦。呢一個坐落喺郡山市中心咁寧靜嘅公園叫做綠山公園。當日我哋行呢一個公園嘅時候，可能因為落雨，我見四周圍都冇人。行下啲雨越落越大，之後我哋就揾到一個涼亭坐低，喺度慢慢欣賞呢一度嘅風景啦。原來綠山公園入邊有一個好有歷史價值嘅人造瀑布，叫做綠山之龍。佢對郡山縣曾經有好大嘅影響。咁樣我哋就要追溯翻去日本嘅明治15年，即係1882年。當時嘅日本政府完成咗一樣震驚全國嘅叫做安積疏水嘅工程，成功就開墾咗一條引水道，將豬苗代嘅水引去郡山市。呢一項咁巨大嘅工程喺當年嘅日本係第一項國營嘅開拓事業，仲動用咗超過成85萬人去興建嘅，甚至當年仲喺荷蘭請咗啲工程師過嚟去指導佢哋點樣去起。大家而家見到呢一座瀑布就係喺1882年工程完成嗰陣時，就係慶祝成功將豬苗代嘅水引入郡山而建造嘅。雖然中途經過埋沒同埋修復，但係佢象徵咗開拓者嘅不屈不撓嘅精神。你而家聽到嘅流水聲，佢唔只係一個景觀，佢更係支撐起成個郡山市嘅農業、電力同埋工業發展嘅命脈。
如果你有機會真係嚟到福島縣嘅郡山市，除咗行啲熱門景點之外，都不妨嚟呢一個公園坐下、聽下同埋感受一下呢一啲曾經改變郡山歷史嘅水流聲。行完公園之後，行多15分鐘就可以嚟到呢一間大有麵包店。呢一間超過100年歷史嘅老字號，佢唔單止係當地人由細食到大嘅集體回憶，佢仲係郡山市非常有代表性嘅美食名物嚟添。佢最出名嘅呢就係奶油吐司，分別有咖啡味同埋牛奶味。小姐買咁多麵包，唔係好多啫，你都嚟咗喎，一齊嚟到。雖然佢哋招牌嘅名物咖啡同埋奶油吐司名氣係最大，但係我個人覺得味道呢就比較平實，甜度呢亦都偏淡。反而我哋覺得鋪頭入邊其他嘅傳統麵包仲有驚喜，食落去呢口感啊紮實，麵粉嘅香氣呢都好突出。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呢，如果嚟到呢，千祈唔好淨係買佢嘅奶油多士啊，一定要試埋其他嘅款式。行下，雨勢越嚟越大啦，個都要行埋呢一個神社。呢一個神社叫做安積國造神社，佢係紀念安積近齋呢一個日本嘅玄學者。呢一個神社呢，與眾不同之處呢，就係佢對學問嘅重視。所以你會見到咧，好多日本嘅學生咧都特登嚟呢一度咧祈求學業進步，或者係喺考試之前咧嚟呢度祈福。到夜晚食飯嘅時間，我哋就喺車站附近揾咗間居酒屋，食物嘅種類同其他居酒屋嘅都係差唔多。我哋叫咗一板刺身啦，加埋一啲小食。呢一間居酒屋嘅服務特別好啊，佢有專人幫你燒埋海鮮。所以嚟到日本一定要試下佢哋嘅居酒屋，你就可以感受下佢哋嘅生活同埋喺居酒屋入邊嘅熱鬧氣氛啦。The next day， 第二朝一早起身，又係去搭巴士。今日依然係落好大雨，不過難得嚟到郡山市，一定要嚟呢一度朝聖一下，就係呢度啦，郡山市立美術館。今日嚟睇嘅畫展呢，就係動畫美術創作者新山本義三。從天空之城、魔法公主去到時空少女，呢一啲經典嘅漫畫背景呢，都係由山本先生畫嘅。佢最出色嘅呢，就係畫雲啦、森林同埋光影。好啦，落咗巴士之後呢，原來仲要行一大段路先至可以嚟到美術館。一入到美術館，你第一時間就會見到呢一幅畫。畫面呢，你會見到呢一啲層層疊疊嘅粗樹同埋平台。又運用咗一啲冷色調，例如藍色同埋綠色嘅系列，營造出一種介乎現實與幻想之間嘅空間。而光線呢就由上而下滲入，令到人產生一種沉靜冥想嘅感覺。山本義三呢係日本著名動畫美術嘅監督，佢喺2023年8月19號因為胃癌逝世，享年70歲。今日喺畫展入邊展出所有嘅畫，講明係佢嘅手稿真跡嚟嘅。參觀畫展係禁止攝影嘅，所以我就買咗佢本畫冊。你將會見到嘅畫呢，全部都係我喺畫冊入邊截圖出嚟嘅。好啦，下一集我哋開始租車由郡山出發。今日係10月27號，係我哋第一日開始租車嘅旅程開始啦。我哋會喺豬苗代住一晚，然後就揸去仙台，一直開始向日本嘅東北方向行駛。沿途我哋開始見到啲樹葉慢慢由綠色變到金黃色同埋紅色。我哋會介紹下豬苗代嘅一泊兩食。
同埋參觀仙台嘅啤酒製造工廠。當然一定唔會少得介紹仙台嘅各種美食，亦都會去參觀仙台2個魚市場。仲有仙台嘅靚景，所以下一集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